今日我哋睇下 Ali 同周深。Ali 嘅高音屬於好強嘅力量型，周深嘅高音就非常輕。先講 Ali 嘅高音屬於拳型高音，密度厚，佢嘅聲音密度好高，力量集中響前面，所以高音聽落好似一拳打出去，衝擊感好強，厚度就非常明顯。而家到周深嘅高音就比較似風型高音，輕鬆飄，聲音好輕，但係共鳴好高，所以高音聽落好似向上飄，感覺好空靈，亦好乾淨。而家講 Ali 嘅所有能力。Ali 嘅聲音能力包括：一、厚實嘅高音力量；二、強烈嘅共鳴密度；三、有衝擊力嘅起音；四、穩定嘅空聲混聲轉換；五、聲音動態控制；六、情緒表達能力；七、現場穩定度；八、中高音穩定度；九、金屬感核心音色；十、流行同 R&B 合適適應力。跟住到周深嘅聲音能力包括：一、極高音域；二、輕鬆嘅頭聲；三、順滑嘅假聲；四、空靈清澈嘅音色；五、準確嘅音準；六、穩定嘅氣息控制；七、輕盈通透嘅聲音質感；八、跨風格演唱能力；九、乾淨嘅聲區融合；十、獨特嘅聲音辨識度。所以兩種高音方向完全唔同。Ali 係拳型高音厚強衝擊感，周深係風型高音輕飄穿透。兩種方式各有特色，一剛一柔。如果俾你練，或者係你鍾意嘅類型，你係會揀拳型高音定係風型高音？可以留言講啊。好，今日到呢度，多謝收睇。